迄道，迄啥物道？迄道。这个道叫做啥物道？佛。要互咱生活的所在，所以咱感觉讲，咱咧感觉讲，包括营业，咱来到一个所在。那么今日互我嘛是在以一个题目慢慢做参考。啥物题目？主席英年之现代意义。请问，咱自己到人姓主咧？那么，那姓王讲做啥？王氏对不对？所以咱若记住，但这个单字来，伊若姓杨，啊，做杨是啥物？杨是姓伊个李氏，姓大个单字。毋过，伊讲主氏，会看姓主人，甲是讲即个人安怎？真啊？有爱心。伊姓主啊，表示讲即个身份有够自卑，才是姓主啊。咱讲即个人，伊讲要做善事，咱就讲伊啥物人？在先人啊。一个人讲做善事，咱就讲伊啊做即个叫做大啥物？大善人。大善。啊，若讲做恶，咱讲伊啥物人？罪恶。大恶人。即种安尼呢，你要看啊，一个人做自卑，讲哦，你听到自卑是种菩萨，所以自是伊人，你讲啥物人？自卑。啊。面就做事。自是因缘，你讲啥物人？讲对有身份。弥勒做事，所以这因缘是咱弥勒做事，因咱弥勒做事的因缘，这是咱弥勒做事讲天话，因缘呢。那么因缘和咱现代人、现代环境、现代世界到底有啥物关系？一定有关系。所以一个身份来到这个世间，绝对有伊的使命、参与伊的因缘。所以今日弥勒做出的话，就是伊的英文、伊的因缘。咱去到任何的庙寺，拢有发啥物人？拢有发着弥勒做出。你看，所有的佛堂大部分拢采着弥勒做出。所以这就是咱弥勒做出的英文。所以这个自是因缘含现代意义。那么现代人，包括咱大家拢含弥勒做出结合了足好的因缘。所以今日这个题目。含咱足大的关系，含咱足大的关系。那么咱今日话就，咱继续咱今日的分题。安尼好无啊嘛？安尼这先来好无啊？所以话，讲诸佛世尊为一代事因缘故出现在这个世间。过去的诸佛菩萨，敢若为一件代志来到这个世间。过去诸佛包括咱今日弥勒祖师，要来到这个世间，一定有一个因缘。那么这个因缘就是咱一大事因缘。这件代志是真正大的代志哦。那么这件大事因缘的呐，要互众生开始悟入佛的知见。佛有佛的知见，咱众生有啥物知见？众生有众生的知见，你看，囡仔有囡仔想法，大人有大人的想法，甲共款，无共款。先佛有伊的知见，有伊的智慧。那么咱凡夫，咱众生有凡夫的想法同看法。绝对无共款，所以咱今日做众生，绝对有伊个原因。做众生绝对有伊个原因，为虾米？咱拢开众生的知见，咱所看的、所知影的，拢是世间的形形色色。毋过，先佛伊所看的、所知影的，毋是安尼哦。先佛伊所知影的、所看的呐，咱的生死才是。所以，你说咱今日听人道理就是啥？你悟入，透过先佛甲你开示，咱来悟入伊的知见。所以讲，咱今日为虾米爱听道理？咱用咱过去呢，拢用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看法
咧做代志，毋过咧给咱学道了，给咱修道以后，慢慢咧改变，咱的行为、咱的看法，慢慢，要参先佛的意见，的看法渐来接变，迄叫做模入。若讲你甲我讲，我来模入，迄叫做开示模入，透过先佛开示，咱人来模入。发现这个，所以过去呢，诸佛菩萨一代悲心发大愿，是来这个世界。过去的先佛，伊拢无离开咱，伊自心悲愿。所以咱弥勒祖师慢慢将伊的自心悲愿实现在过去世的修行，这咱再来讲过。所以一个人讲自私，就是啥？有真正有够自卑的，伊入世以来拢是啥？受这个自心，诚心世界，道教自旁，随众生之言，做不请之友，公业一切生命，保佑心不自尊。所以弥勒祖师伊诚心世界来到这个世界，道教自旁，伊倒转去啊，过来到这个世界叫做道教自旁。随一切众生的因缘，若讲做不请之友，毋免讲咱去来邀请，伊才要来，就是伊甘愿来到世间度化众生，叫做甘愿，叫做成愿之啊，就是哪要引导一切生命行向成佛之道。你想，咱修道学道，未来就是要成佛，咱敢有信心？咱有信心呢？请问咱敢离婚？对，这个咱了解哦。请问咱敢离婚？未来婚。咱是未来婚呢？就是讲人人皆有福寿，人人的。该是未来婚。释迦牟尼佛讲，将一个大地众生，人人皆有福寿，人人皆可成佛。就是因为你也有福寿，我有福寿，咱人间才能成道的。如果讲我的生命中若无福寿，我安怎是个袂成佛？所以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福寿，只要咱若好好修，人间就会成佛。所以来看，若讲正规是啥啊？正规是啥物？正规，正道对道。咱正佛因就会成啥物？正什么因就用什么果，正佛因就成佛果。所以你来讲啊，未来就是要行向成佛这条路。这是自佛世尊来到这个世间一大事因，嘛是咱修道最终的目的，最终的目标。什么叫自私因缘？为什么闹这个因缘？一定有一个原因，一定有一个起头。为什么我有这个成佛？就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教我这个成佛。为什么咱家称作自私？这个因缘按对来，这个是原因。就是咱弥勒祖师入世以来修炼的因缘是，我修什么因，缘咱就修什么果。所以伊过去修自心三昧。有受自悲心哦，今日这个题目比较较深，但是呢，咱必须来了解，这伫前头讲的弥勒祖师讲的话，咱一贯地主一定要了解这个因缘，互我尽量讲较白，互咱听较会清楚。为什么若讲自私这个因缘？为什么有这个因缘？就是讲，伊过去前拢是有慈悲心保护众生，伊着慈悲心保护众生，甚至生生世世永远无起迄个杀生的念。伊的念头永远拢袂生起要杀众生的念，甚至无食众生的肉。伊的心袂生杀生的心，甚至伊的喙袂食众生肉。到啊故意，即个是。救息性情因自心而救命，
就是呐，伊生性细个拢是受自卑心，到尾来呐，得到这个自信这个名。所以咱讲称为名业叫做自信。虽然咱讲自名叫做自是啥物？叫做自是分。所以叫做咱自是的因缘。所以一个人伊的因缘后，就是咱含伊受一个因缘有关系。所以名论古书，会当讲非常自卑，简单来讲着。名业就是梵语，叫做梵语，就是印度话，印度话叫做名业。毋过翻做中文叫做自是，叫做自尊。所以，因为呐，名业人呐，伊就是过去是在西印度的人，但是啊，翻做咱中文叫做自是，叫做自尊。伊名叫做阿利多，哦，这个名刚刚讲，你看，咱中国话，咱台湾名同款对不对？叫做阿利多。那么阿利多啊，合做中文叫做啥？无形性。意思讲，伊的自卑心会使讲胜过一切外道。迄种自卑心真正有够强的，无限的自卑心。所以姓甲名甲好的变啥？自无形性。伊自卑心胜过一切外道，胜过一切人，叫做讲呐，自心无量。伊即种的自卑心，再讲无量无边，叫做自无明心。即种甲人，过去甲人捌讲过，无吼。即回下当时的题目都是中心话，毋是咱家准备的，拢中心用纸牌，即摆用纸牌呢。过去家准备的，咱若叫唱歌无？有一个祝贤曲，有无？那迄个祝贤曲，咱较有把握对不对？按自定曲的，吼，迄个紧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即个题目是中心互咱的，所以讲，就是要来知讲，咱今日一贯的题主，爱了解讲即地的因缘到底什么的因缘？咱谈名药做出到底是结什么因缘？咱来讲名药物，咱来讲名药物。是释迦牟尼佛时代名业，所以讲以前啊，含释迦牟尼佛共款咧受道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伊成佛，名药祖师也着成佛，甚至名业就是啥？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所以伊当时呢，互释迦牟尼佛来受伊的未来佛。什么叫做受伊？是讲传道无伊。咱今日到学，咱这个老师受记，咱为来有一个受损意志叫做受记，含过去咱名业受释迦牟尼佛受共款无？共款。所以讲伊就是啥？释迦牟尼佛迄个时代，互释迦牟尼佛所受记的未来佛，是继承释迦牟尼佛伊的慧命心传，为传统一足大修完一大树，因为是当来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讲，你是未来佛，未来到啊三德普陀你应该爱叫做当来佛。所以名就真简单讲，红荣耀的归家去，转到白龙名月尊。过去红阳寺释迦牟尼佛已经成道倒转去啊，伊的应运已经过去啊。即马嘛转到白龙名月尊，过去呢，蔡英文也袂做总统时阵，啥物人做总统？马英九。马英九对。马英九就是马英九的时代，即马是蔡英文的时代。过去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过去红阳寺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啊，即马换啥物人？换咱名月祖师的时代。叫做现代的意义哦，所以这边的修行和过去的修行无共款。过去的修行在青山古道，即摆这边是对了修道。会退。
过去在青山古道在庙寺修道，即期在家修。时代因缘无共款，含即位身份的因缘无共款，有关系。叫做昂扬了道，归家是转到北洋弥勒尊，所以即阵叫做啥物字？北洋字，白羊字，哦。所以，佛甲这个优婆离讲，讲你今日详细听，是弥勒菩萨在未来世。弥勒菩萨在未来哦，未来世，伊会做众生大归依处。若有归依弥勒菩萨者，爱知影即个人，以无上道必不退转。咱今日求道了，归依什么人？没了。咱归依弥勒祖师呢？所以弥勒祖师人啊，咱就是伊个祖孙呢。所以咱今日是啥？一贯地主是咱弥勒祖师的灌输，咱就拢归依弥勒祖师，爱知影即个人哦。即个人若归依弥勒祖师，连当伊咱得到不退转。什么叫不退转？伊袂叫对落去。咱来看这段。咱什么叫做不退转？咱连当往生弥勒净土，到出道天天门呢？这教无过咱来讲哦。虽然一贯地主受此依据了，只要若无犯错败业，只要若诚心修道，到尾啊，咱往生弥勒净土，到出道天天门呢？清净哦，这个啥？弥勒祖师的因缘哦。所以咱弥勒佛叫做三地一门修为的三佛叫做现代佛，咱拢知影，有暗阳，有青阳旗，有暗阳旗，有白阳旗，有三个佛。那么过去佛已经过去啊。那么看现代什么人呢？所以有三佛之分，有三个佛的分应分。什么三佛叫啥？严定佛、释迦佛、弥勒佛。所以到白羊皮叫做三佛之分。那么三佛叫做啥？第一佛严定佛，第二佛叫做释迦佛，第三佛叫做弥勒佛。所以这个是啥？修为的三佛，现代佛。咱弥勒祖师，祖师哦。所以严地佛就是叫做青阳旗，叫做严地佛。所以过去的青阳旗时阵，什么人掌天皇？严定高分。严定高分掌天皇，伏羲皇帝掌道皇。迄阵啊，道人最初什么所在？王君龙、道将军。道人帝王哦。道人帝王，所以讲伊迄阵啊，伊的英文叫做1500。咱讲300时阵，咱都有印象。讲到青阳旗时阵，青阳旗个口号叫做啥？无量叫做无量寿佛哦。所以讲伊阵啊，英文叫做1500。那么到红阳旗释迦牟尼佛掌天皇，什么人掌道皇？释迦啊。强主人掌道皇。咱这个较老是会过去到咧听风尘演义，敢有？较早有一个，那什么广播叫做风尘演义。那讲卡达西基城安怎？所以过去的风尘演义叫做卡达西基城风尘本上变有名。迄阵啊强主啊掌道皇时阵叫做风尘。所以是啥？释迦牟尼佛掌天皇，咱强主甲掌道皇。迄阵咱英文3000年，迄阵咱的口号叫啥？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英文已经就到我第3字，咱弥勒佛，标题叫做龙华会。过去连智慧、灵山会，那么到我第3字叫做龙华会，英文10800。所以这字标题叫做10800。
咱民有做出江田华、香港江德华，这个这讲外国台湾华贵华发江德华，即马多共八大，ทางชื่อหรือ 多共书面英文多共规定，一般变成，你看，一般的兵力，一般的变成拢咱得到，所以咱第一，咱得到面佛上得到，咱修行伫咱的家庭咧修，唔免青山古道，因为英文时代无共款，修行的法门就无共款，和迄个祖师有关系。所以这边的考核啊，咱民族祖师的考核会符合较无义哦。那讲叫做7分地势，3分游玩。3分啊，言定佛、色车佛、面业佛，到我第3佛面业佛叫做修玩。到我咱第3佛啦，所以跪托万忏讲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是哦10佛天元叫做啥？7佛加3佛叫做10佛。这个时阵啊，你讲咱面业祖师。所以有些我传下就曾经就蔡官房离祖师下跪龙关，我咧讲法律不同，我讲面祖师。所以咱来了解这边的因缘。所以咱过去言定讲，释迦牟尼佛因所办的修愿是苦业，是一个所在呢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呢，有分期人要坐，要办国大的修愿普渡困难，所以讲伊是办哪？办苦业是呢，修义是较少，就是哪因是因地因缘无共款，过去的因缘、过去的苦业、过去的环境无共款。所以讲，伊咧办的修愿较少，所修愿的对象呢，咱人尔，咱人尔哦。过去释迦牟尼佛和言定果佛因所办的修愿的对象，跟咱人尔，但是咱民族祖师就共款哦。民族祖师伊所修的啥世界线，敢是咱台湾咧修到尔？哦，全世界拢有。叫做世界性吼，即期无共款。为什么咱今日有法度达到去到美国、去到日本、去到越南、到大陆，有啥物法度？时代无同款，科技的时代，分去坐就过啊！你看，要办修愿，要办世界性有法度？有呢。啊，过去人讲有钱，你看要哪去讲，要哪行？所以讲即马都方便，要去美国开发。要去日本开发，要去越南开发，要去泰国开发，拢无法度，为什么？时代无共款。为什么？今仔日到人咱要办世界，所以这个时阵这个时阵要办世界性，即个课程来的科技。所以要修愿的对象呐，阴德、天德、地德。所以这期叫做啥物普渡？三种普渡。上度气天的神仙，中度人间善人信徒，下度地府幽魂鬼魂，你也想？请问要安怎度？所以叫做阴阳济度，度生又度死。普通人吼，要度生，要度阳间的人，较好度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各个肉体。啊，若要度阴间的鬼魂，要安怎度？叫做度生又度死呢，死是要安怎度？所以过去咱要办普渡进行呢，干那要度生尔，但是无度死。地藏古佛三番在地，恳求咱老母慈悲，一定爱阴阳济度，度生又度死。过去因的祖先，因的父还未求道，已经就过身去啊，可以度。所以今日要度生，包括咱的亲人兄弟姊妹爱度，包括咱过去的祖先，因无求道，咱爱甲度。咱要安怎度？听吗？依着功德来度，迄叫做啥？叫做超观，叫做超观。啊，若袂人讲一注求道，九现七座见超色；一注求道，九现七座咩？一注求道，九现七座见光明；一注求道，九现七座见超色。
迄叫做啥？所以即伫咱个课上，咱要做以后囝，就该好好修道，好好行功立德，以后咱的功德超越咱的祖先、咱的父母。迄叫做道生兼道死啊！这是过去无的，即期才有。叫做三十普渡，是咱民所做的应用。所以这个天文数学，这个温，伊把对应了三则、阴则、地则、天则。所以这期你看，含新鲜的要求道，咱新元山土地公求道就知影。要新鲜要求道，爱过来人呢，过来人做因无事呢，嘛爱过来人来点呢，你看，咱人有宝贵。所以，伊做新鲜是做新鲜，毋过伊无百块啊，无百块就无法度，足地无方便。所以今日有这个辛苦，要求就足简单，要学就足简单，要行功立就足简单，但是无这个百块，你会看变咱行功立足困难。所以这咱修道，毋是干那为自己修尔。咱的经架头，佮担着九天去做的呐，伊的心肝。咱若修了好，有功德，咱的祖先对咱起来。我修道无好，我修佮做无好，我若对好，我的祖先慢慢对我对好。所以师父甲你讲哦，咱大家参班，咱的祖先就咱听经。咱来参班了，在世间的伊祖父来，咱来参班，咱的祖先就会当听经，伊也想，迄叫啥？道生兼道死。所以咱灭祖是啥？伊个应用是全人类福音行义嘛。所以这回人呢，咱未来足大希望。咱的希望毋是讲我要读好业、做钱，毋是。咱未来希望哪？咱超生了事，这是咱全人类的希望的福音。因为哪？咱可以含弥着祖师结合这个因缘，咱来好好珍惜。是咱，嘛是咱全人类生命的总归宿，所以第一个归依。咱毋是归依佛教的法师啥物，咱归依着弥着祖师。咱灵感要含弥着祖师当主天皇，当主天皇。那么所谓主持因缘，叫做啥？伊的应文嘛。所以这个就啥？咱弥着祖师伊的应文。那么伊的应文就是啥？现时代富含弥着迄个特色。为什么讲现代的意义？弥着祖师含现代的意义，伊有啥物关系？就是讲伊的特色含现时代的符合。请问弥着祖师是啥？伊什么特色？福报，就像心量大，福报大。福报啦，心量拢大。无量功，无量心。伊就是叫啥？福报。个伊啥？自心不产，叫做无食众生嘛。叫做啥？叫做自食因，叫做自食不落。伊上界大的特色是啥？伊自心无食众生嘛，伊自心无害众生。所以看这边，现代人食素人有啥物遐济？咱感觉奇怪无？过去一贯都是说，你看食素食人有够少的，甚至过去食素食，拢食迄个啥物银丝啊、啥物姜皮啊、啥物。毋过，即一贯都弥勒祖师的应用开始了。现时代人食素人够济，素食馆一间一开，为虾米？一般的地主食素食的人有够济，但是伊食素食了，伊去开这个素食馆，你看一直风行落来。迄个是啥？含现时代有一个符合。所以为虾米即摆人食素食啥人问题？
啥物？就是咱参与这个因缘够深。为什么各地人咧学到了，伊会发心要食素食，和咱弥勒多做因缘有关的。所以一个人他们全部的建立无共款，无共款咯。所以这里接受根本说着弥勒多做的应用变化，咱来教育咱。只要道理慢慢听，到尾会发心想要食素食。正道的年代，正道的时代，无论咱呢是为着健康的也好，还是我为着环保也好，你也看，弥勒多所感谢了后，伊个时代伊个因缘了，所影响就是咱全世界。所以你也看，食素有够济，就是咱一般就接触。所以我大乘本身心内去讲，弥勒法王子自初发心就无食饭，伊对久远以来受诸心藏来观察一切众生佛性平等，一切的众生是平等的。为什么？我沐浴众生浴，行施体不施。这个身躯，我的肉和众生也拢同款，但是伊的形体和我的形体无同款。我是做人啊，伊做猪，伊做马，伊做狗，这个形体无同款，毋过内面这个自性体拢同款。所以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咱是学平等。什么平等？佛性平等，其他拢无平等。敢若佛性平等尔，出咱无平等无？什么叫做平等？你的生活，我来生活。所以你看，佛性也美的，你咧看，我看慢无？咱所看，要啥物色的？对，你看是红色，我看是红色，有啥物自性共慢款？所以你看，咱世间大无平等，你是查甫，我是查某。我比你叫伊你是拳头，我是拳头。你较大，我较憨慢。你做公道，我做百姓。你输去健全，我输去无健全。来到世间人无平等，毋过伊敢若佛性平等尔。所以讲，弥勒菩萨伊看一切众生佛性平等啊。因此，我的肉和众生的肉拢同款。安尼怪敢袂听？敢袂听？敢袂闹话？咱若要甲我杀，我敢袂用？我敢袂走？啊，伊若要反台，我若要甲掠杀，敢袂走咱用？嘿，拼死呢，就要走，除非就叫伊做掉，我都叫伊了。为什么？咱人贪心，无不爱命。任何人都贪心，任何人的动物就是爱要生命，所以因此呢。弥勒菩萨伊是知影，所以我伊就发心，对迄个初发心到尾伊身份永远无相共。那么伊就是个啥？甘愿死伊就无相共。我来讲一个故事。过去呢，有一个一切的光明仙人啊，伊咧修炼的时阵。听讲，在久远以前呢，有一个弥勒，感觉是弥勒哦。这个弥勒叫做弥勒高分。这个弥勒高分呢，伊有够恭敬的，刚好慈悲喜舍四无量经。这个弥勒高分，伊符合叫做弥勒高分，有够恭敬。这个一切的光明仙人呢，伊真不服啊！伊讲我要和你辩论，结果呢，这个一切的光明仙人，和迄个啥弥勒高分辩论什么人尔？结果呢，一切的光明仙人煞辩论输啊。那么伊输了后，当拜伊为师啊，伊发一个愿，讲定当我若成佛。我嘛共款要合作弥勒，安尼啦。伊是医师叫做弥勒高分啊，但是伊讲我连若成佛，我的佛名共款要合作弥勒。
即摆就开始去深山修炼啦。修了有够好诶，无论哪伊诶智慧、聪明、才气有够好诶，可是呢，在一党诶当中，即个国家呢，即个国家伊诶国王呢无道啊，国家国王无道，结果影响到伊诶环境，伊诶国家叫做做大水，做大水连续就几来日个雨，把所有农作物拢甲伊流走啦。结果呢，即个一切比光明先民在刷来，咱拢知影，出家众爱靠啥物？爱靠人供养对，出家众爱靠在家众来供养。结果所有百姓伊个农作物拢叫废流去啊，所无物件甲伊供养，即个一切比光明先民，拄啊好7天拢无食饭，7天拢无食饭哦，结果枵甲呢。一个生命就要无去，结果深山内有啥物啊？深山内拄好有500只兔啊，500只兔啊，其中有一个兔王啊，兔王，伊看到即个一切的光明先民，一礼拜拢无食饭，即个生命就要无去。假使讲即个人受啊遮好，若叫死去呢，佛法。要做要传落去呢，结果即只兔仔王呢发一个心，甲这兔仔囝讲：我要将我的身躯来供养到即个先人，互伊的生命都活起来，毋好毋通互伊的佛法叫转去。结果呢？结果伊怪行来到即个先人的面头前，伊讲先人仁者。我愿意要来供养。那么这个先人讲啊，你是一只兔啊，你要如何来供养我？伊讲我要用我的身躯来供养你。这个时阵感动着山神啊，山神用3万金火来起火，因为山内会茶，用3万金火来起火堆啊。因为听到这个兔仔王讲要用伊身躯来供养我这个先人，那么伊就甲迄个兔仔讲：恁家己找水啦，找草啊，恁家己找草啊，含水去食，我要来供养这个先人。结果，一只兔仔走过来，甲这个兔仔王讲：我共款愿意。要用我的身躯来供养这个先人，讲了，让我跳下火堆啊！我跳咧，那么跳下了后，这兔仔王共款搁跳咧，跳下了后，无偌久，山神啊，把迄个兔仔肉摕来这个先人的面头前要伊食，讲请仁者，请你食兔仔肉。那么，这个一切的光明先人看了有够悲伤，请问有食无？伊无食。伊讲一段话啊，伊讲人王人心破肝，我不忍行杀食众生；面化骨髓出头脑，不忍啖肉食众生啊！我甘愿身躯互火烧，目睭破去，我就唔甘来食众生的肉。我甘愿互我的骨髓头壳的骨髓破去出去，我就不忍心来食众生的肉。迄叫做甘愿死都不食肉，迄叫做耶慈悲心的，请问一礼拜无食啦吼，毋莫讲一礼拜，咱2天无食，讲看2天我过来食。一礼拜无食，请问土肉摕到伊面头前会芳袂？足芳吼，嘿，足芳的。但是伊讲伊甘愿死都无要食，互我浑身脆弱我都无要食，讲了后人拢搁跳落去，安尼死几个？死3个。所以讲，啥物叫做自是的因缘？就是讲，伊的自悲心甘愿死都无食肉，请问，假使讲我有一天啊吼，我破病，医生讲你若无食肉会死哦，我代价话吼。我原来袂食，
毋过歹讲哦，你要想，咱人到生死关头的时阵，即个时阵到底是生命较重要，还是受着较重要？不一定诶。像咱人会破解，为啥会破解？我要顾即个生命，无要顾复生诶。但是你要看，咱在座场国际，前尾只身体化病上好爱过去较最多啊。我妈妈讲，食不饱饭诶，啊你家己买就骹单骨转来看。安尼食出饱饭，人某面人，伊食菜吼啊破病，烧鸟甲做讲，我即马破病吼，啊先家己请假者，啊即马暂时无食菜，啊互我的病人好再来食，你来看，食来够请假。伊甲互我咧讲咧，讲人某面人嘛是食菜，啊就身体就艰苦，烧鸟甲做讲，我先食肉啦，啊另外若好再来食。我讲阿母，你毋是安尼啦，嘿啦，你是别人，我吼，我袂安尼做。真正诶，咱人即个观念，食哪补啦，不补个啊，食心补心啊，食肝补肝啊，安尼真正都歹讲诶。所以看，没有多数伊当然讲了，我跳伊，发一个愿讲。愿我生生世世不去，应该是讲这个是讲啦吼。伊讲遐毋久话，讲愿我生生世世不去杀种，伊愿无食肉，亦别光明自身当来，一直到身骨，这段就是讲了我跳去。所以要看这个人，伊要修这个自闭修是生生世，即世来修，后世搁修，到尾才成稳呢。所以看，这人伊身份是怎样？逆世逆世，一直修，到甲伊身份，咱今日有一个重心要达到身份，你看这条路你发现偌远，所以无听到你袂使呢。这个身份的修理者，咱今日一个反复熟做，人家要超生了数，人家要身份，你来看，基本上的道理若无听，你来看，咱要如何身份？所以伊讲了后，就跳入去啊！你觉得人多数的特色，人是无食肉。今日伊若食肉，你看今日就无面就做事啊！这就是伊的优点哦。所以这个一切是光明性叫做面分。所以讲伊的精神，就你希望到这世，就是哪面分。土啊，叫做啥？去敲门的分，一只土啊呢，伊愿意讲要有这个身躯来供养这个生命，这无简单啊！为什么？灵性困难。所以伊的精神做土啊后，去敲门分500只土啊，叫做5。那么这土啊囝，伊才讲，我万般愿意要来供养这个生命，叫做伊个囝罗河罗。这个罗河罗就是哪？悉达多太子伊还未出家之前所生的囝，到我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后，再来度因囝，所以罗河罗嘛共款悉达地主之源啊。那么500分土就是500 BQ， 500只土啊就是哪500 BQ， 所以啊看一切都是因缘啊。过去世做伙修。即世嘛，共阮做伙修。过去是哪？土仔囝，土仔伯仔囝，做人的时阵叫做做伯仔囝，出家了后叫做师徒了看，迄个因缘永远无离开啊。共款意思哦，即伫咱兄弟姊妹，咱共款做伙修道是前世所给的，是前世所给的，共款叫做同修。会当同修，共款一共帮助，爱是嘛有。讲千年修得共准人，百年修得同传度。大家都有因缘的，若无可能坐遮，咱坐遮我徛伫遮，迄叫做因缘。
所以咱们有今日讲食饭，这个长大悲心，咱的慈悲心无法当去，你也是。所以讲，圣人讲天地间之大乐万法生，人间之大乐万杀生。那讲上天有啥物点？好心志。所以天地伊大德叫做好心，咱人间的大乐叫做杀生。杀生，你会看，一般咱若犯罪，啥物罪上当？啊，杀人的罪上当。我若共偷啦，共抢啦，共拍啦，共做，迄个罪过轻。毋过别人杀人，迄罪上当。所以人间的大乐叫做杀生。生也是人间上宝贵的物件，杀生是人间上界悲哀、上界残忍的代志。无个比生命更较宝贵啊！咱若看病时阵吼，咱若安怎？医生啊，我无论开偌济叫我救，有无？为虾米？因为生命是比一切物件更较宝贵啊！但是杀生是咱人间上界悲哀、上界残忍的代志。你来看这个相片，好。放坏，咱有吼。有啊，看有。抬迄个应该刷去啥物？哦。抬甲因嘛规个海边啊，拢流过，拢过水咧。哦。这抬有济无？哦。咱看到残忍。哇。抬甲迄海边啊，拢规个。讲讲，杀生是咱人间上界残忍的代志。你讲咧？哦。你看。还红水哦。所有阮山景里啊，拢伫遐海边咧抬嘛，规个海边啊，拢花，看花流偌济。哦。你甲想，如果讲我若咱今仔日啊，是其中一尾鱼啊，是内底。你会看迄种个感觉是安怎？所以为虾米？甲咱讲，若摆讲咱做比方向细微早行在人性有成为出来，人性发出同胞欲，将心比心是可爱。讲方向细微早行在，赶紧食早，赶紧食素食，毋是食早餐呢，他下晡就毋知呢。他永就毋知呢，敢再去知影尔，中人拢毋知。赶紧食素食，因为人性无成理出来，动物的人性和阮人的人性，同迄个所在啦。是伊过去做了无好，伊去做经生，咱也阁加点有福报做人。人心发出同胞欲，将心比心是可爱。咱讲今仔人生。家己杀家己食嘛，伊是咱的同胞人类之外呢。人性拢是共，迄个核心的人性拢是共咱老母的分裂，伊即个身躯无共款。即世咱做了去靠福报做人的。假使讲我即世若阁做无好，人会变啥？会变精生。你若讲啊，你精生安怎？咱若咧命人做，即个人若做了无好，咱拢命讲安怎？讲精神不足的，所以啊，咱将心比心嘛，吼，按将心比心，把迄个慈悲心摕出来，好咱没有做书，伊都甘愿死都无食吧，何况咱做别人好食呢。所以。慈悲心会当化解战争、冲突、受害、灾害受的苗根，一切的冤仇按对来，一切的战争按对来，一切的冲突按对来，一切的互相伤害按对来，按台啊！所以你化解，要有这个世间无冲突，要有这个世间无战争，要有世间无仇恨，就是哪？发挥咱的慈悲心，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上主在讲啊，千百年来的碗内鸡，
万心似海浑然平，欲比世上得平常，但听多闻也关心。千百年来，一世搁一世，一世搁一世，千百年碗人间，咱食三顿，即个碗内面的物件，所结的冤情，亲像海浑然平啊！迄种怨恨，迄种冤仇，你看，我就平静呢。讲若要知影世间有啥有见证得平者，较听看卖啊。迄个台仔，若讲猪手对不对？专门咧倒在场啊，这三半暝啊透早无？有啥物声啊？台币的声。较听看卖，但听多闻也惯心。所以啊，话咱来听，咱来看到咧红台的猪仔声，安尼吱吱叫，爱来叫。见证就是安尼，见证啊，早晚早啊，大家爱来叫。见证啊，叫庆祝拍着嘛爱来叫，叫倒抬着嘛是爱来叫。所以见证按做啊，见证就是按咱日常生活所实证来。所以讲咱怎？这个天地间若万气冲天，会安怎？见证。若万气冲天，就有在遮啦。所以咱是万气冲天，哪个是神冲天？爱神气冲天。咱莫讲千百年来我来听啊，咱若一工啦吼，一工无就是尾鱼啊吼，一尾哦一工啦吼。啊，若一个月几尾，大尾对不对？啊，若一年咧，一年就365尾吼。啊，若10冬咧，3665尾对不对？啊，100冬咧，100冬就36500尾。加一工就尾鱼了了，即间货若讲坑3万几尾鱼啊，就济无。加一工啦吼，加一工就尾鱼啊，一世人食3万几尾鱼啊，一几若算呢？啊，其他人猪肉无讲诶，猪肉鸡肉无讲诶，加鱼仔就。所以说，过去咱拢听前辈才讲安怎呢？食人骨头，炖正酸。你也想，咱若100年来食来迄骨头放偌济，是毋是做酸呢？所以讲千百年来碗人间，冤亲似海浑然，迄种诶冤恨，迄种诶冤仇，太重。所以就是要效法弥勒祖师的慈悲心，会当化解一切见证冲突仇恨，安尼，伊就慈悲心去化解。从此以后，咱来爱断杀。若讲放下多倒咧，提升不对不对？啊，放下多倒尔，袂提升不啦？啊，开始要升本。咁咱互我过去呢，袂学到以前4000块银。我过去细汉时阵，读高中的时阵，读高小的时阵，我掠4脚刚刚跳，青蛙，拢有咧呐，拢记个手仔面咧下有无？对啊，系啊，有啊，对啊，狗啊，用狗啊，用大棍，我掠偌济4脚呢，我去钓鱼啊，掠鱼啊，刣偌济4脚，刣偌济鱼啊，了刣，刣有够多。用来刣4脚就很硬诶，看这个观念，俺从拢无刣过诶吼，俺上解好，迄4脚咱刣都知影，你头壳剁起来对不对？头壳剁起来，我拄啊破开，跟那两大块形出来，安尼死啊？袂，死。
骹都会跳呢。哦，你头壳跳，怎么能都演出来哦？骹还都会跳，你也是讲，我看我拢点知影，把迄骹筋哦，把迄骹筋甲抽出来呢，迄抽出来了知影，迄四骹啊，伊大腿的骹筋甲抽出来，慢慢多只，安尼就袂跳。哦，好。过去还袂收进前哦，感觉抬迄无啥呢。真若讲要叫我抬哦，含大骨都唔敢了。所以呢，人讲真正有报应的，互迄骹开刀开4间呢。一个所来开4间哦，第4间开了哦，骹拢袂行，因为有神经啊。过去人受神经对不对？即期在受神经，已经10几天啊，去咧办。10几天啊，去咧办呢。医生甲讲，伊头了半天、2天就好啦，结果无好。今年已经13天到14天啊，骹在咧办。人讲小病安怎？无小心。无小心对，啊大病嘞。有因。所以讲，咱若好对吧？你也是哦，我今日必须咧谈。所以我当时要食素食的时阵，我妈妈讲无可能，无可能，为虾米？你爱谈，你爱食，哪有可能？但是，咱人的因缘无共款。人讲牛好料啊人啊，歹料，咱人歹料，咱干嘛是讲我今日我会食素食，咱干嘛是讲我今日会行这条路？无人知影。所以后海妈妈唔相信，但是今日已经成事实啦。所以讲今日已经怎嘛，实话实说啊。所以个过去无咧抬，若无了嘛，含手头含今日头也长呢。哦。所以啊看，若讲哦，讲台话，若讲。骹嘛中毒啊，手嘛中毒去呢。而且那个人，我不能就是要抬的。讲起来哦，咱若无学过，咱唔知。咱讲不知安怎？有罪哦。愈唔知越做愈重，是啥物？咱都唔捌当中，咱才去做代志。当我知影时阵，咱都会就较唔敢。较袂了解哦，所以人真正，咱今若有晓得即个因缘，我今日唔知讲啥。所以咱真正爱了解。弥勒祖伊个自性悲观人啊，就是咱自悲心无食吧。所以今日就道理啊，有啥物咱就发心要修道、要办道、要亲靠素食，和弥勒祖有关的，有关的呢。所以，咱今日食素食，唔是为了环境，嘛唔是讲不只是为了环境，不是为了身体，是咱的本心本源本格。我本来心，我本来愿，我本来觉性就无食法。以咱人的事情来讲，是无这物件。所以咱今日食素食，我为着身体健康，我要食素食，我为着环境。这是大赛一个因啊！唔过咱来了解，我今日食素食，就是因为我的本心本源的本格，我本来的心就是安尼。咱来对个去了解，若无假使讲，我今日食素食就是要救环境，若有一天我若是破病的，我就唔通来食。但是只要咱若对咱的本心本源本格去甲想，一切以光明显明就是啥？我甘愿死都无食，这就是伊本源本心嘛，伊本格，甘愿牺牲性命，伊就无去食伊吧。这是人本心嘛，这是真正慈悲心天龙。所以你问题就是弥勒祖师的灌输，合我伊的慈悲心，以素食培养慈悲心，无食种酒吧。咱的身躯显出慈悲的心，但是伊就天公来显出咱的慈悲心，我无要食。
至少啦我以行动来表示，以行动来表示，因为咱是伊的惯性，第二是伊的惯性，咱来效法来学，慢慢来改变，对这对少对三等对一等，慢慢来改变，慢慢来学，不要紧。这样无要改变这唔是多简单。你也看，咱所食的物件已经习惯。我太太因同事呢，伊讲伊一顿都若无炒着食袂落。今日互我在平湖的西坛厝，来到咱认真负责来讲因过去因祖囝的代志，伊过去无信鬼神的，无咧信鬼神的哦。伊讲来食一嘴白饭，伊就吐出来；食一嘴素食，就吐出来。伊无可能食素食，但是因为因的祖囝的关系，你会看，今日已经清高素食啦，免哪讲。只是语言袂到位，因为咱人的本性是内在，有一天伊会发心，伊会发现，伊会良心发露，暂时唔知影。所以，只要咱有慈悲心，就咱带来快乐、欢喜、希望。所以，人甲人之间有慈悲心，你看，咱人足快乐、足欢喜、足希望。所以，咱慈悲心就是人自意，就是生机。所以，一个人有慈悲心，就带来一切的生机，就带来互人希望的生机。所以，民主来讲，亲亲人人、面见面见来讲，一个有慈悲心的人，伊会亲爱家己的亲人，甚至佫会爱别人、爱动物。一个慈悲心的人哦，伊对家己的太太、家己的爸爸妈妈、家己的兄弟姊妹、家己的子女，亲亲热热的，亲爱家己的亲人。那么有亲就有亲就有仁，伊就去对待别人足好的，包括一切动物，包括一切动物啦。所以只要咱有慈悲心，家庭就会好乐，社会就会好来，人咱就是天国。老爸有慈悲心，对囝有慈；囝有慈悲心，对老爸就友好；兄弟有慈悲心就友爱；阿妈某有慈悲心就互相相敬相爱。人甲人之间有慈悲心，你也看足和谐。你也慈悲，我也慈悲，我袂伤害你，你也袂伤害我。你看，人咱就是天公，免有天争，无；免有冲突，无。免人欺负，所以这其咱没有做出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的灵魂人啊，要带予全人类的希望。伊就伊的慈悲心来感化世间人行用啊，修入这条路，显出人显出慈悲心，人咱就是天道，咱就是天道。我咱样来时间的关系，我准备的时间是2点钟，咱就1点半钟，所以我中也无讲，咱来讲讲。为了做出实现现代修炼的特色。过去修炼，青山古道修炼，因过去咱爱修禅定，爱断烦恼，所以过去欧阳离修持法门安怎？爱出家有无？爱出家，出世离开家庭，叫做啥？下发迷离，抛家下业，断诸烦恼，好无？你是咱若要修道，要出家，修道来啊，头毛起起来，离开家庭，一切事业放下，放弃，断一切烦恼。人讲出了家安怎？忘了家，一个喇叭，搞拢歹。所以出家了后，伊就离开家己的家庭啊。伊的某囝，伊的爸仔母仔，某囝拢毋免烦恼啊，所以讲伊无烦恼。
中央伫咧修持法门啊，出家修道，所以讲伊就爱修上边断烦恼。所以咱这伫咱弥勒祖师是无修上边无断烦恼。什么叫上边？无离开常言大者。所以过去呢，含现在无共款，即伫安怎？即伫在家的法门。那么在家修叫做入世，什么叫做入世？爱上班，爱赚钱，爱做事业，爱做生意，爱做事，面对爸爸妈妈，面对咱的子女，面对咱的兄弟姊妹，面对一切的同事，叫做入世，叫做入世。所以咱入世无忘记修道，修道无忘入世。所以即世咱若要趁钱，也要修道，也要照顾父母，也要照顾佛堂，照顾道路。所以即世项、即二项过即世无共款哦，即世的烦恼足侪。所以儒家的应门、时代应用，别样的法门、思维的应门，即是叫做思维的应门哦。思维的应门叫做啥？在家修。那么既然在家修，就足侪烦恼。什么烦恼上侪？咱人一生当中，互我烦恼上侪什么所在？亲近。家庭的烦恼上侪，烦恼囝，烦恼爸爸，烦恼妈妈，烦恼太太，烦恼先生，烦恼事业，烦恼头路，你看烦恼有济无？所以在家修，在家的烦恼有够济。你会想，今日咱的囝若做了无好，咱的囝若歹囝，有烦恼无？今日若趁无钱，有三成了烦恼有无？你若要注册，要六百款，烦恼有够济。父母破病，咱若烦恼；囝若破病，也烦恼；先生若无乖，也是烦恼。所以咱一个家庭烦恼上介济。所以即里面多数的应门呐，无修上边，无断烦恼。这道行火体在家出家，道行火体在家出家。唔免抛家女主，在家里咧修。那么既然在家里咧修，咱的烦恼就特别多。我讲过，咱的家庭烦恼就太多。我袂知啊，会知啥下班呢？咱袂上班，会知下班了，如果去佛堂了，要过来食。嘛爱顾工课，嘛爱顾上班，嘛爱顾佛堂，嘛爱准备有啊，错啊，都烦恼呢。所以这边的修道，大家都无用。为什么咱今日去开班的下晡时啊？人讲开斋学练对，为什么开晡时啊？工商。工商社。对啊，这个时代需要啊，下早时啊做生意，下晡教育。所以做啥？会使我来趁钱啊，无趁钱袂使，下晡才来开班。这个在家修，过去敢要做生意，过去人讲出家修道敢要做生意。无袂使。唔免啊，所以你看道行火体在家出家呢，所以大家花上衫穿对啦，穿内底。车银子看道怀家庭，牵车带主。我的太太做我的朋友，我的囝做我的道伴，道怀家庭，囝嘛修道，爸爸妈妈嘛修道，我的太太嘛修道，你看叫做道怀家庭，叫做太太做我的朋友，我的囝做我的伴，你看做伙修道叫做道怀家庭，道怀家庭。所谓语言夫主主哈，我做人老爸，所以咱人做地位呢。有啦，这个有请是的。我今日做人老爸，嘛做人的囝，嘛做人的小弟，嘛做人的兄哥，嘛做人的先生，有无？咱有做地位无？我做人的老爸人，我对囝安怎？安怎？爱有钱，
我做人个囝人，我对头要安怎？爱孝。我做人个小弟人，我对兄弟爱安怎？爱尊重。我做人个兄弟对小弟爱安怎？爱爱。我做人个先生，我对太太爱安怎？爱体贴，对不对？太太对先生爱安怎？唔通讲先生对太太个，安无公平啊！你叫啥？所谓理由，我徛在啥物位，我做啥物工作？我做人个朋友，我对朋友安怎？爱有信。我做人个信任，对头家爱安怎？尽忠。爱尽忠，这个所谓理由。所以佛祖主啊，完完世间的人道人道，咱人来到世间有人道，人甲人之间的道。爸仔囝道，阿妈母仔道，君臣的道，朋友的道，兄弟的道，叫做五伦之道。咱才圆满呢。咱人人道来圆满，人道来圆满，咱修到才会圆满呢。所以咱今日来圆满世间的人道人道。佛祖主啊，朋友地中，朋友友情，夫义妇顺，君敬臣忠，叫做啥？圆满世间的人道。叫做半信半愿，信愿将真，半信半愿。那是我讲过，三昧体上面，咱真无困哦。我去韩国买一班，我才前晚困呢。一半做工课，一半做啥？一半做信徒，一半做法师。该趁钱，叫做自给自足，唔免受中用。请问一般做地主，有迄间报人化缘受中用？无。咱该趁钱顾家庭、饲某囝、照顾父母，叫做自给自足，无受中用。甚至我若阁有钱，较假的钱，会当去布施，你也看，叫做在家修呢，就是安尼。咱要阁帮助社会艰苦的人，甚至道场若有需要，共款来布施呢，嘛无要接受人中用无。我家己呐，该趁钱，家己饲家己。所以这题受到多辛苦，若无这题的辛苦，咱无机会，真正无机会，咱无机会。所以这题爱较拍拼，嘛爱做上，嘛爱上班做生意、做事，食头路做事业，嘛爱做修道，足好用。叫做半愿半信，半信半愿，叫做带业修业，带业修业。请问咱到带业修业？学生带什么业？课业。那带什么对不对？啊，做工带什么业？啊，做工带什么业？工业咯。啊，做生意就带什么业？商业。啊，商业对不对？啊，做农带什么业？农业。农业。啊呀，做头路带什么业？事业。按家庭主妇在什么样？那家业。家业。所以属龙公相拢带到属德。家业。这个啥？属龙公相呢？甚至做老师人带什么样？教业。所以今日修学到大家修行无耽误你做，无耽误各行各业，叫做带业修业。过去无咧，学生啊，若要修到卖堂咧，几岁囡仔伊若是学生啊，嘛是咧参考呢，迄叫做带业修业。什么叫带业修业？我做生意嘛是要趁钱啊，敢是？我做头路是要趁钱，叫做带业修业啊。我若有钱的时阵，我开好车嘛是会使。我较好诶，我食较好诶，穿较好诶，嘛会使，叫做带业修业呢。那个带什么修业？还有什么？这上面带法修行。你这个搞到传统我嘛要紧呢，你个摄道嘛要紧，你个电嘛要紧，你个密嘛要紧呢，这个带法修行呢。所以这其中迄个大呢，拢带着来个。啊，若带起来就够辛苦个。学生也乐，你看你做学生。你食多老哦？我看你学生啊，
学生烦恼无？烦恼。所以这期啦，无修成便无断烦恼。什么叫做无断？我工作烦恼，我无断。那我若断咩？我若断烦恼，我断咩个年啊？像我妈妈叫我目灯有烦恼无？我买照顾的。哦。甲袂当断，袂当断。所以这期再接修行，再做修行，叫做哪？万行万能，火体精灵，火中在烈，在火体的生命人，莲花是在水中咧，你较知咧。毋过这个莲花要在火中来栽，你也看，去用火咧烧咧。所以家己叫做火体嘛，先叫做烧。啊，我嘛是啊，安尼互相安尼。免咱讲，意见内面较安怎，会烧灭，就叫做火呢。你若内面火嘛是火呢，所以今日咱来了解，即期要在火中修，火中在炼，要互即个炼火共款哪出污泥不染。那讲青叶红尾变哦。我讲青叶，过去青叶安尼容易离开水面，离开家庭，即期平时在火中、在水中咧受到叫做什么炼后，牵体带主。所以炼子离开水面，离开水面嘛是结果，然后在水中是结果，同款。所以这叫啥？青阳年、安阳年、甲平阳年，所以即期哪在火中、在水中咧受到。所以咱的烦恼就袂济，所以无断烦恼。所以讲，处烦恼就不乱。我今日有烦恼，就是我的心无乱。我的心，我莫有心，我互我低调，我莫有工作，互我困难掉，我莫有环境，互我烦掉，我莫有困难，互我惊掉。所以即期呢，有生活、有工作、有环境、有困难，但是这物件，咱莫在烦恼当中，我的心无乱。所以咱今日发起倡我路道不烦，毋免讲遐烦恼，毋免。请问咱到哪烦恼？那？如果嘛吼，我为了要讲这课，我会烦恼咧。会哦。会啊吼。啊，就讲这美国烦恼对不对？啊，若讲了后咧。哦。那讲了后就烦恼对不对？啊，哪会烦恼对啦？所以叫做啥？毋免断烦恼。烦恼是虽然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。烦恼伊会生，但是伊会灭。今日代志来啊，有够烦恼的。但是处理了就无烦恼，哪会就无烦恼啦？所以烦恼毋是一问题的，伊是啥？发生代志了有烦恼，但是代志结果，代志若结果了就无烦恼啦。今日一场课，我会烦恼。但是我若讲了好，讲了好，讲了歹，但是我若认真讲，我就无烦恼啦。讲了个心酸，你知？这个紧张，咱来去创呢。什么叫做快乐？我甲你过去。什么叫做快乐？当咱这场课若通了，就才快乐。迄个快乐，我知影，真正。无论讲我讲了好，讲了歹。我有认真过，我有用心过，我把这项完成了，你像我轻松，足欢喜呢。但是这个过程叫做啥？烦恼啦，要做个做要画面呢。所以讲，毋免刻意断烦恼，因为烦恼啥？随缘而生，随缘而灭啦。所以讲，外口是骗凡夫的辛苦，毋过咱所做的，咱咧培养啥？菩萨性。外现凡夫身，应立菩萨行。我靠，这辛苦是凡夫的辛苦，毋过咱人的心是啥？要效法念着祖师行这个菩萨行，伊着感恩的心、欢喜的心来修道度举度人。
这是安尼啦。最后一段顶咱来讲，即个呐，大业，即伫咱的特色，弥勒祖师是即现代修行特色叫做大业往生，往生弥勒净土。咱大家拢想要去净土的所在，但是即伫大业往生，请问要去净土所在要安怎？爱清清净净的。因为净土是清净的所在，因此咱爱清净较安全的。但是即期的现代修行特色是啥？无共款。咱未来100岁年后，咱带入往生弥勒净土。所以过去有阿弥陀佛、药师佛、华严净土，毋过今日有弥勒佛的道术净土。哦，咱就是要讲这个物件。所以咱未来100岁年后，咱就到了带入往生弥勒净土，叫做天佛面。天佛面，所以咱今日就是咱讲啥呢？地府天命天龙挂号，迄个天是啥物天？是道术道天。道术道天是咱弥勒祖师来做道术，叫天主。所以咱讲地府天命天龙挂号，这个时候就甲挂在天佛面弥勒净土。佫毋是不着你天命，佫毋是哦，是弥勒净土天佛面。所以咱今日就到了诚心抱守、实心忏悔、实心修炼，人间100岁年后，会咱带入往生弥勒净土。这是即期咱弥勒祖师的言论，是现代人修行特色。你若无亲像阿弥陀佛的净土诶，要念佛念到一心清净，才能去到迄个所在呢。这是偌困难的。但是即期咱两个，只要修到了诚心抱守、实心忏悔、实心修炼，甲咱讲往生弥勒净土，啥叫做知影？我修还袂好，袂要紧。所以讲，在弥勒祖师的丰富大愿的加持护持，即使咱内心会讲还袂圆满，规讲了后，希望咱弥勒祖师咱接引上心走出天天门，以报并不退转，这是过去所无。自古到现在都有这个法门，嘛无这个事情，嘛无这个因缘，是咱弥勒祖师的丰富大愿。甲咱保护着的，甲咱加持，甲咱接引去。所以咱即期呢，一个凡夫俗子要修到内心的圆满，讲起来够困难。但是因为咱弥勒祖师的丰富大愿，甲咱加持着，甲咱接引，保咱人的福根袂阁退转，袂阁坠落去，是过去所无。因此来讲，弥勒祖师的因缘含现代意义。你来看，有在天福里接受有缘菩萨教化，继续修炼，以达心性的根本。你叫做啥？有一个无体脱一个环境，像学校的查某囝，伫迄个中途之家咧上班，啥物叫做中途之家？中途咧收留一寡家暴的、孤儿的、无爸无母的孤儿啊，拢收这个囡仔，这叫做中途之家嘛。咱若甲教育、甲因教育大汉了，大家甲送证明，这叫做中途之家。所以这段时间非常重要，爱甲伊引导、甲伊开导、甲伊辅导，毋通互伊变歹。同款意思咱的心修了无好，毋过在天福院，阁继续接受有缘菩萨甲咱导化，阁继续修。咱若继续修嘛，就袂对了。以后达到心情的圆满。所以咱学术书来讲，弥勒诸尊为了引众生到道术道天，这并毋是最终的目的，只是宽裕方法方便。互阿未见性修的众生有一个无退转的瓦靠厝。
民力净土是啥？咱民族做出的风土台湾所设化。来到这个所在是暂时的尔，就是讲要互未来众生伊修无好的，有一个所在能够继续修炼，互伊的心性能够对落。所以安尼有重要的。迄是一个环境呢，甲咱挺牢的，甲咱保护牢的，互咱搁继续有这个机会，搁继续修，以后咱的灵性就搁叫对落去。所以来讲啊，白龙修士所希望的是将来转来到天魂因内面，就是佛门所讲的叫做走出天。因此，咱今日对家己法门，应该要深入探讨、勤加修持，以达到心性的功能。咱今日要了解，我今日是白龙的修士，我未来的要转来到天魂院的内院，毋是外院哦，是内院。因此，咱家己对家己的法门要知影。今日我所修的法门是啥物，我要了解。所以咱今日要好好修，达到心性的方面。将来到我人间哦，化成净土的时阵，将来荣华三会，弥勒祖师带领所有的到处天的佛祖，降生人间。行功了愿，消万解业，见佛闻法见果，回归本位，无求于天。所以咱人间百岁年了，转到弥勒净土的时阵，修无好要紧，搁继续修。等后到弥勒祖师要到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开荣华三会，搁还没到位倒来，来遮搁继续行功了愿修炼。到尾啊，修到圆满的时阵，才是回归本位。无求于天，安尼搞了解。所以有一个所在，互咱无退转，足重要。咱来讲，对人间的世界，到弥勒净土，对弥勒净土以后到人间的净土，到荣华三会，人间到这个无求于天。我在人间修道，人间去弥勒净土。等后人间净土完成了后，和弥勒祖师搁倒来参加荣华三会，听弥勒祖师讲法，到咱人心情圆满的时阵，搁转去无求于天，那才是真正的圆满。我看用切的用灯的安尼，同无完整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因为这个佛堂时间快快，2点钟、80分钟啊，45分钟都有。所以我就用安尼最后呢，咱做这个结论。一关地主是弥勒祖师的观众，咱应该效法弥勒祖师的自身秘法，以接面有言有案的生涯，共同发展其办道，一定以创建人间天堂的努力。所以呢，要效法弥勒祖师的自身秘法，好法度人救人，希望伊当发展办道，共同来拍拼。这个人间来建设这个人间的天堂，甲恁当作个3分钟，差不多，我先开始来播啦刚放得出来，别出来，OK。
日头。文件喺度可能放啲所在可能某人所在、不所所在，放满出现，可能是可能我係都搞提醒，或者本身都有咁嘅感谢讲师慈悲，前到一躬，后到一躬。再来是咱新花开